本港嘅樓價連跌2個月，見超過8年低位。有分析認為，市場潛在供應仍然多，將繼續限制樓價表現。本港樓價2025年開局延續舊年嘅跌勢。差餉物業估價署公佈，1月份私人住宅售價指數按月再跌0.4%，連跌2個月，按年跌6.4%，係自2016年8月以嚟嘅低位。除咗430平方尺以下嘅單位樓價按月持平，其他面積分類嘅單位都錄得跌幅。430至752平方尺嘅單位樓價下跌0.6%。753至1075平方尺嘅跌0.8%。啱啱公布嘅財政預算案將徵收100蚊印花稅嘅物業價值上限由300萬提高至到400萬。有分析認為措施有利刺激中小型單位嘅交投量，但擔心引起炒賣嘅情況，而市場貨尾仍然多，會繼續限制樓價嘅表現。可能會激活咗個二手嗰個成交量，尤其是之前可能供應比較多少少嘅屯門嘅掃管笏地方啦，咁嗰度可能會出現咗嗰個短期嘅炒賣啦。咁但係如果你話市場上點樣先會令個樓市有所好轉，就係潛在個供應量仲係非常之龐大啦，可能個息口要再向下，唔單止係個 P-rate 啦，可能係嗰個 HIBOR 都要再向下，咁先有機會咧令到即係市場上有一個明顯嘅反彈。即係今年嗰個樓價都可能同舊年差唔多啦，即係持平啦。但係如果你話個波幅輕微個波幅，可能都係上下5% 度啦。租金方面，1月份按月升0.4%，連升2個月，按年升3.9%。佢預計政府嘅專才計劃繼續對住宅租務需求有剛性支持，預計租金上升趨勢會持續。無線電視記者盧佩欣報道。